再來看這新竹縣的湖口新豐地區呢，這半暝時啊，定定是有改裝車咧駕車的狀況。今年3月抓到12個人了後，警方隨來啟動查緝專案。在個大新竹地區呢，是成功抓到包括着改裝車行負責人在內，攏總是有18個人，也查扣一寡改裝零件。今麥專案已經移送新竹地檢署。3更半暝改裝奧多拜佇大路駕車，因當講佫發出轟轟叫的聲。今年3月，新竹縣湖口地區抓到12個駕車嫌犯，而警方成立專案小組，查到改裝車行姓王的負責人佇網絡頂招人來湖口封路駕車。警方頂禮拜二成功抓到包括姓王的主嫌在內18個嫌犯。那涉案的王姓犯嫌他是用賴的群組在網絡上發起號召這個從事飆車行為。用開課表或上課的這個名義來發起這個飆車。那麼飆車的地點包含本轄的湖口、新豐以及台1線、台31線、台15線等西濱路段。專案小組佇車行除了查扣濟台的改裝奧多拜，還有各種的改裝零件，專以刑法公共危險罪移送新竹地檢署偵辦。主嫌因為犯罪行為重大收押。這些飆車族聚眾封路、佔據快慢車道的行為，把馬路當賽道，不是單純的交通違規，它是一個犯罪行為，所以我們都以刑案偵辦的角度將他們通通繩之以法。警方指出，後個月就是學校歇熱的期間，警方會透過專案小組嚴格辦案，徹底把駕車的行為清除，給民眾一個安全的環境。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